巴夏，一個自稱嚟自愛莎莎尼星球第5密度嘅外星集體意識。巴夏嘅信息融合咗靈性與及宇宙觀點，主要係希望幫助正在經歷意識轉變嘅地球人理解如何創造自己嘅實相。巴夏將現實描述為一種振頻嘅顯化。巴夏認為靈魂選擇嚟到地球係主動，係有目的，最終嘅目標係修畢所有課程、畢業以及個人振動頻率嘅提升同意識嘅擴展、揚升。據巴夏所講，我哋嘅靈魂旅程始於一個充滿勇氣嘅決定，因為渴望體驗我是誰，我哋選擇咗一場徹底嘅自我遺忘。遺忘係為咗讓靈魂能夠100%投入去感受探索嘅喜悅、選擇嘅自由、重新憶起嘅感動。問題係一旦遺忘，我哋就好容易將幻象當成係真實。巴夏指出，我哋最大嘅幻象就係分離感，呢種分離感體現為3類主要嘅地球課題。喺重重遺忘同幻象之中，巴夏認為所有嘅痛苦其實本質都係一份禮物，係靈魂設定嘅享受。你內置咗一個絕對唔會出錯嘅導航系統，而呢個導航系統發出嘅第一個亦係最重要嘅信號就係興奮，跟隨你嘅最高興奮而行，唔需要理由，亦唔需要立即知道結果。你嘅靈魂從未迷失，佢只係沉浸喺體驗之中。我係619，約定你。